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， 今集同大家講貓頭鷹人。第一個目擊個案喺1976年發生，地點係英格蘭西南部莫南。76年4月17日，米爾林同佢家人一齊去莫南度假。佢喺當地一間教堂附近森林停低架車準備野餐。兩個女12歲嘅 Jan 同9歲嘅 Vicky 喺佢哋準備野餐期間，走咗去教堂墓地玩。突然之間，佢聽到兩個女尖叫聲，轉頭見到佢哋兩個跑緊返嚟，一邊跑一邊叫佢哋即刻走。兩個女都好堅持話要走，於是佢哋即刻執翻好啲嘢，即刻開車走。離開咗之後，佢兩個女先講翻話，頭先喺教堂玩嗰陣，聽到頭頂傳出一啲怪聲。我高頭望下，見到一隻好巨型嘅鳥人，仲畫咗一張畫俾佢。佢突然之間諗起呢個地方有一位超自然研究者希爾斯醫生，佢出名造假。去教堂之前經過當地市集，見到佢喺度，一口咬定係佢所為，話係希爾斯醫生精心策劃嘅一場騙局。希爾斯知道之後話唔係佢做，話想同佢兩個女傾下。米爾林唔肯，淨係肯俾張畫佢。呢件事刊登咗喺1976年一本小冊子上邊，而呢本小冊子上面仲記錄咗第二個目擊個案。喺第一個目擊個案之後3個月，即係76年7月3日，兩個14歲女仔查寶曼同芭芭拉喺莫南教堂附近森林露營。當時佢哋企喺帳幕外邊，突然之間聽到一啲怪聲，轉頭見到一隻尖耳同人一樣咁大嘅貓頭鷹企咗喺度，對眼係紅色會發光。初時佢哋以為係人扮，佢哋仲喺度笑對方話你嚇我唔到。點知隻貓頭鷹突然之間起飛，向住森林方向消失，佢哋嚇到即刻走。第二日佢哋就去咗揾希爾斯醫生，同醫生講見到怪鳥嘅事。醫生將佢哋分開，叫佢哋分別畫翻見到嘅怪鳥。結果兩張畫大部分內容都係一樣，證明佢哋唔係講大話。2年之後，78年6月，一個後生女仔見到魔鬼一樣嘅怪物喺莫南教堂附近森林飛過。另外有兩個女仔喺78年7月4日之後早喺莫南教堂附近懸崖邊森林見到貓頭鷹人，之後又喺森林方向消失。78年8月3日，兩個法國後生女仔入住當地一間旅館，見到一隻好大嘅雀，擘大個口，對眼係圓形紅色。1989年，一對情侶嘉文同莎莉去莫南森林探險，目的係揾貓頭鷹人。嘉文話佢攞住支電筒行到去一棵樹前邊，見到樹上邊有嚿深色物體，佢有啲好奇，行埋去攞支電筒照下呢嚿嘢。光線照到呢嚿嘢嗰一刻，隻嘢就開始喐，伸展開係人形身體，大約有5尺長，對翼係啡灰色，冇人嘅手，用黑色利爪纏住樹枝。隻嘢突然之間將個頭望向佢哋，見到佢擘大個口，突然之間隻嘢起飛，嚇到佢哋兩個即刻走。1995年，西部晨報夜班編輯收到一封信，內容話佢係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學習海洋生物學生。今日係暑假最後一日，上星期日佢喺莫南教堂附近森林經歷咗一件好恐怖嘅事。當時大約係9點15分，佢喺樹林條小路度行緊，突然之間見到前面30尺左右有一隻巨型鳥形怪物，隻嘢外形同人差唔多，面目猙獰，個口好大，尖耳，隻眼發光，對翼好巨型，有爪，羽毛係銀灰色，對腳好長。隻嘢見到佢之後，突然之間起飛衝向佢嗰度，佢嚇到一邊跑一邊尖叫。之後同朋友講翻呢件事，朋友話莫南有貓頭鷹傳說，佢而家好相信，因為佢親眼見過。最後佢叫編輯唔好公開佢嘅真名同地址，因為會影響佢嘅職業生涯。
雖然公認第一個目擊個案係1976年，但其實要追查可以追溯到更早嘅時期。1926年，康符爾回聲報報道，兩個男仔俾一隻巨型性情兇猛巨型雀追趕，佢哋兩個匿埋喺一個巨型鐵閘後邊。超現實主義畫家恩斯特夫婦俾呢件事吸引。1937年去莫南舉行儀式，嘗試召喚獸人。莫南除咗貓頭鷹人之外，仲有好多奇怪事，例如1996年一個女人見到奇怪光球喺莫南教堂上漂浮，佢見到光球慢慢消失，冇幾耐又出現返，而啲光球係橙紅色。2003年，兩個10零歲女仔半夜揸車出去聽歌，為咗唔想嘈住鄰居，去咗莫南教堂。聽咗一陣間，佢哋見到教堂有一團彩色好閃嘅光喺度盤旋，過咗一陣間就冇咗，佢哋即刻走。除咗莫南，喺其他地方都有目擊個案。2017年4月15日凌晨2點，事主去到芝加哥國際農產品市場，經過停車場嗰陣，見到有4至5個男人岳高頭望住個天。於是佢一齊望下，佢見到一隻全身黑色、對眼係紅黃色嘅巨型貓頭鷹。另一個報告，同一日同一個事發地點，見到隻巨型雀企咗喺佢前面，望住佢1至2分鐘之後，突然之間起飛，對翼同貓頭鷹好似，不過大好多。起飛嗰陣仲聽到拍翼聲，絕對唔係普通貓頭鷹。隻嘢可以直立行，個頭伸到好高，同人好似。另一個個案，佢嫲嫲已經過咗世幾年，以前佢成日講一啲好古老超自然古仔俾佢聽，例如話同阿爸一齊見過小矮人。咁多個故事之中，有一個比較特別，層次唔同。每次揸車經過奧拉克拉荷馬州斯拉特山同勞頓卡湖附近舊路，阿嫲都會講返60年代嘅事。嗰陣佢住喺梅特辛克附近，平時經常去卡內基買餸，間中夜晚黑就會去梅迪辛帕克買，因為夜晚黑淨係得嗰度有得賣。而呢座山係神山，政府曾經承諾唔會喺呢度修路，不過最後都做咗。佢相信呢一區係受到某種靈異事件侵擾，尤其是係夜晚黑有啲特別兇猛物體喺黑暗之中徘徊。有一晚佢揸車經過呢條路，因為啲雲好厚，遮住晒啲月光光線，所以幾乎全黑，比平時更加黑，不過依然可以睇得清條路。行到一半，架車突然之間死火，撻極車都冇反應。突然之間佢聽到有嘢飛過車頂嘅聲，啲聲好近，轉頭佢架車就撻翻着。車頭燈一着嗰刻，佢見到前邊有一隻好巨型嘅身影企咗喺路中心，離佢架車大約只係幾英尺。隻嘢突然之間轉頭望向佢，之後飛走咗。佢話係一隻好巨型嘅貓頭鷹。喺佢哋傳統之中，貓頭鷹係一種禁忌。阿嫲話見到咁樣嘅貓頭鷹，意味住有親人即將過世。1年之後，爺爺驗到 cancer， 不過超過10年之後先至走。阿嫲覺得見到呢隻貓頭鷹係一種警告。民間傳說之中，貓頭鷹係死亡嘅預兆，或者同神靈相關存在。好多部落傳統之中，貓頭鷹同不幸死亡或者危險係有聯繫。好啦，呢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